大家好，上週啦，其實就隨住呢個 QE3 推出之後啦，其實都見到環球資產啦，都係有個繼續有上升嘅趨勢㗎。但係見到現時啦個港股啦，都係呢個21,000點之前啦，其實都見到一個阻力啦。因為始終個港股啦，其實現時嚟講嗰個上升動力暫時嚟講要收弱咗啊。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受住呢個上證指數所拖累住，因為內地方面啦，其實多個禮拜啦出現一個逆回購啦，其實對呢個放鬆銀根嘅預期咧，即係少降低咗。再加上經濟嗰方面嘅下滑啦，亦都令到一啲企業啦繼續出現一個反覆偏弱嘅走勢嘅。所以現時嚟講大家都要等到咧係嚟緊下個月啦，內地嘅18大召開日期定咗之後啦，或者係新嘅領導班子上任後啦，個市先有個明確啲嘅方向㗎。因為大家都憧憬緊咧嚟緊新班子上場後啦，有啲陸續都會公布一啲扶持政策推出啦。所以現時咧個上證指數喺2000點附近嘅水平咧繼續反覆徘徊。相信一啲同呢個國策相關嘅優惠股份啦，其實都可以喺個較為窄幅上落嘅市況啦，可以去到收窄㗎。例如一啲鐵路相關股份啦，同埋一啲基建項目嘅相關股份，例如係1157啊，同呢個大型機械建築亦都有關係嘅。再加上啲水泥股近日咧，亦都係出現一個強勢啊。因為水泥股喺呢個第四季啦，始終都係個旺季啦。再加上過萬億嘅基建投資項目啦，亦都令到一啲水泥股近日嘅走勢咧係升破咗近月嘅高位嘅。所以一啲水泥股亦都可以不妨去到考慮。而一啲航運股板塊啦，相信亦都可以咧因為始終都係航運都係呢個內地三頭馬車之一啦。所以一啲航運股啦，可能316啊呢啲大型嘅航運股，其實亦都可以喺個市況較為反覆波動嘅情況底下去到收集㗎。而個恆指初步嘅支持位啦，都會喺呢個20,500點，亦都係個 QE 之後個低位嚟㗎。但係如果萬一內地個股市啦喺呢個長假之前都係冇力去到再抽上，或者係一個急穿咗2000點嘅話咧，其實個恆指咧都有機會係試到係之前嘅裂口位21,150點呢個位置㗎。但係如果萬一真係落到呢個位置，其實以一個長線投資角度咧，其實都不妨去買翻啲中資股或者香港地產股嘅。唔該晒。